我係 Andrew 姚祖輝，我係代表商界議嘅即係中華總商會嘅立法會議員。30幾年咧，帶領過我自己一個香港嘅本土企業咧，我叫轉型3次嘅全國人大嘅工作裏面咧，見到好多內地嘅發展，高速嘅發展，尤其是而家呢幾年嚟咧喺科技嘅發展。咁我睇過好多嘅工廠，我哋叫做黑燈工廠、無人工廠，咁令我好多感受，點樣可以將呢啲我哋叫做新嘅高質生產力咧，帶俾香港傳統工業轉型。咁呢個係我希望今次喺立法會裏面幫助到我哋業界，幫助到香港做到嘅嘢。我講講我哋一個實例啦。咁3年前咧，我喺嶺南大學咧開始咧就將成個學校對人工智能作為一個重點嘅工作。我哋有一個叫 AI Media 人工智能新媒體嘅學系，佢係點樣教啲學生用人工智能配合新媒體去做一啲新嘅視頻出嚟嘅。好多嘅傳統產業咧都話，即係轉型嘅時候咧都缺乏支持喎。咁其實你如果喺議會當中咧，你會點樣去推動政府咧係俾多啲支持業界咧？我覺得香港政府已經好多支持業界嘅，譬如好似 BUD 基金，譬如好似我哋叫做電商易嘅。但係往往佢成個申請嘅過程比較複雜啲，或者係出海全球嘅我哋叫人才嘅高地，工業又好，傳統嘅服務業又好，專業服務好，通過科技、通過創新同埋通過人工智能。但係最緊要嘅話係通過我哋思維嘅改變。我會大力支持香港政府，一定要做好我哋科技嘅投資，等到香港可以再出發。